而家越來越多香港嘅朋友鍾意北上遊玩，北上消費嘅趨勢越來越強烈。今日同大家推薦北上消費攻略，配眼鏡嘅好去處。你係咪仲去普通嘅眼鏡店配眼鏡？唔單止價錢貴，而且性價比仲低，所以我同大家揾到一個可以擁有、實惠、性價比高、質量好，而且仲適合自己嘅完美眼鏡嘅好去處，就係呢間新開業嘅內斯眼鏡城。呢度有先進嘅全進口驗眼儀器，而且4萬幾副鏡框任你揀，一副都係批發價，而且新年活動配眼鏡非常優惠。為咗慶祝我哋內斯眼鏡城新店開業呢，同喜迎新年，我哋特登攞出嚟數千副精美嘅框架可以選擇，價錢低至28蚊起。批價低至68蚊可以選擇，只要配漸進鏡片或者係淨口鏡片呢，嗰啲精美嘅鏡框係免費送嘅。活動期間，進口品牌鏡片更加係低至3折起，單光配鏡68蚊一副，漸進198蚊一副，真嘅係好優惠啦，比香港真嘅平好多好多。眼鏡係必需品，唔係奢侈品。咁實惠嘅價錢，當然可以多配幾副，搭配唔同嘅衫同場合。5樓老字號丹桂軒新店可以食飯飲茶，地下負1層還有羅湖商業街，呢度有好多嘅特色小食，非常值得行一行。我哋店對面就係怡智酒店，北上遊玩休息都好方便，而且交通特別方便，從羅湖口岸過關，沿住火車站廣場直行300米，長途進站口左側，上電梯6樓直達，就可以步入15000尺嘅眼鏡大賣場，真係好方便，為你打造咗一個寬敞舒適嘅驗光配鏡環境。我哋店內有4萬幾副鏡框任你揀，無論你鍾意邊種風格，呢度都能滿足你嘅需求。國內國外各大品牌鏡框呢度都有，你鍾意嘅款式都能揾到。我哋店仲有各個品牌嘅 AI 智能眼鏡，支持視大，俾你更多嘅選擇。我哋深知鏡片嘅重要性，所以無論係進口鏡片定係國產鏡片，我哋均有授權，所以你喺呢度能夠揾到最適合自己嘅鏡片。進口品牌鏡片3折起，國產鏡片更加係低至2.5折起，優惠蝕上蝕，港幣人民幣1對1。我哋揀眼鏡唔單止要價錢實惠、性價比高、質量好，仲要有專業嘅驗光師服務都要好。店內設備都係全進口驗光設備，有3間獨立標準驗光室，仲有1間6米國際標準驗光室，拒絕無聊嘅排隊等待。同時，我哋擁有一支專業嘅驗光師團隊，更有眼科專業醫師助陣，為你提供最專業、最精準嘅驗光配鏡服務。我哋有自己嘅鏡片加工房，全進口嘅加工10倍，可以係最短嘅時間加工好，做到20分鐘就可以攞到你自己鍾意嘅眼鏡啦。配鏡後2個月內，鏡片有任何度數問題，我哋都支持免費重配。鏡區1年內出現質量問題，我哋都係免費更換，終身免費維修、清潔、保養，真正做到咗讓你售後無憂。我哋仲設有快遞代收處，任何有需要嘅香港朋友，我哋都可以免費代收快遞。其次，我哋店全年營業，節假日照常營業，有任何問題、任何需求嘅朋友都可以隨時到店。最後呢，我哋歡迎各位新老友過嚟店鋪睇睇啦。如果係有關眼鏡嘅問題呢，你就可以喺評論區或者係添加我哋嘅聯絡方式。